挂虑拢全部先放落来，安静伫主的面前。无论咱即礼拜过了安怎，无论咱的心内是毋是还阁有野心、忧闷，还是压力，即是拢咱全部来交托互咱的上帝。恳求圣神即时甲咱三角地地亲自引带咱，互咱的心得到安静，得到更新，互咱来敬拜咱的上帝。即是邀请大家三角咱一齐来安静咱的心，进入主的同在。耶稣会听，是无比的听，伊用温柔的声，叫我不免惊。耶稣会听，是永远的听，伊用稳定主爱做衫，甲我满。耶稣的心是慈悲的心，伊用听甲希望安慰我心肝。耶稣的名是救赎的名，伊用世界宝血替换我生命。主耶稣，你是我的拯救，让我看无头前的路途。主耶稣，你是我的生命，你有赦免我所犯的罪过。耶和华是咱的快乐，也是咱的盾牌。我的心要我靠伊，我就得到帮助。所以我的心大欢喜，我要用我的诗歌来学乐伊。这是邀请兄弟姊妹，咱三角来祈祷，为着咱家己献上伫主的面前，咱来祈祷，恳求主持续引带咱头前的路站，无摇错。咱上时嘛为着咱的罪。摆咧伫主的面前，恳求主来洗清咱所有的罪来祈祷。咱常常来犯罪，按叫咱拢唔知。咱常常因为罪来得罪上帝，咱拢唔知。所以只是邀请兄弟姊妹，咱嘛将咱的罪全然摆咧伫主的面前，恳求主来洗净咱所有罪。咱三角来祈祷。亲爱的弟兄，阮感谢阿罗你，因为你是阮生命中一只的快乐，也是阮四围做的无盾盾牌。主啊，当阮心我靠你的时，阮就无惊吓，无失志，无孤单，因为你亲自做阮的帮衬。今仔日阮来到你圣洁的殿，不是靠阮的能力，靠阮的经验，那是单单因为你的恩典，将阮一个一个三角组织来到你的面前。主啊，阮的心我因为你来欢喜。因为你的保守，阮一日搁过一日，在你的看顾下面，拢安然来度过一站一站的危机。无论阮这礼拜经过什么款的劳苦，面对什么款的动荡，受到什么款的试炼，今仔日我拢要完全来放落，在你的面前，我们得到安定。主，我们将阮的全人全心，完全献伫你的面前。恳求你来引带，主啊，袂承认阮是有罪，阮常常来犯罪，啊，毋过阮无知觉来得罪你。主啊，恳求主你用主
耶稣的保护来洗清阮一切的罪过，因为你是信心，你是公义的，你要用主耶稣的保护洗清阮一切的不义。主我们将阮全灵全心交托伫你的面前，恳求主，你洗净阮的心，更新阮的生命。由今仔日的礼拜，对阮的认罪悔改开始，将阮的心重新来献上伫你的面前。阮的同心祈祷，奉靠主耶稣的圣名，阿门。只是咱嘛为着咱的社会、咱的国家、世界的局势，为着复兴台湾正教会，会当传扬平安的福音，救赎稳定，互大家教会，台湾每一个教会拢会当兴起来成做主的祝福的管道。咱三甲出声来祈祷。亲爱的弟兄上帝，你是掌管历史的主，万国万民拢伫你的手中。主啊，即摆世界局势动荡不安，战争灾乱不断，不义充满。人的心失去方向，主啊，要为着这世代来仰望，恳求你怜悯列国和动乱的所在，当得到和平，和受苦的得到安慰。主啊，要将阮所听的台湾交托伫你的手，恳求你看顾保持阮的国家，赐了公义、廉洁甲智慧伫掌权的心上，和伫这个地会当实行公平甲真理。主啊，嘛要为着台湾正教会的复兴来祈祷。恳求你的圣神大大来管辖，复兴你的百姓，互教会成做一个火热听主的教会，彼此相听，合意祈祷，互教会成做更甲人勇敢传扬平安的福音，见证基督救赎的稳定，互更较侪人来明白你、对你。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如地上那像在天上。愿的祈祷，奉靠主耶稣圣名。阿门。上次咱嘛为着咱教会兄弟姊妹来祈祷，恳求主来看顾保守咱的心，无受到对敌的攻击，平安喜乐，有信心甲不慢，临到伫咱每一个家庭的中间，互咱的家庭是充满和睦，家庭生活的新灵，工课甲职场，也是伫学校的生活，拢有好满稳定主的祝福。咱嘛为着经济稳定、财务的困境，啊，甲个人的身体、心灵，也是有疾病，咱为着这些人来祈祷，咱三甲来祈祷。主啊，要将阮家己、甲阮教会兄弟姊妹全然交托伫你的手中。主啊，你是阮的牧者，你知阮心内的软弱甲需要，恳求你保守看顾阮的心，袂互对敌来攻击。伫你的内面有平安、有喜乐、信心甲恩爱。每一个家庭，拢是一个彼此相听、关系和睦的家庭。主啊，嘛为着阮的工作、职场、学校的生活来祈祷，愿你赏赐智慧甲稳定，互阮伫不管是同事、同学，朋友，拢有美好的关系，会当活出基督之见证。主啊，要将兄弟姊妹有经济需要的，全部交托伫你的手中。主啊，你供应因一切所需要，解决因财务的困境，互伊经历你是丰盛享受的上帝。我恳求你看顾阮的身心灵拢会当健康，有疾病会当得到医治，心内忧伤的会当得到你对你遐来安慰甲平安。主啊，要将一切献上阮的感谢，祈祷奉靠主耶稣的圣名。阿门。这是咱为着咱教会来祈祷，咱为着咱教会所有的同工，佮咱教会所推动的各项事工，尤其伫咱50几年的中间，咱有侪事工要来推动。咱即马伫8月初9，咱有大型的庆祝的一个礼拜伫文化中心。咱伫8月初7、初8、初9嘛有培灵会。咱嘛为着这事工来祈祷，咱嘛为着牧者团队、中职同工、服侍团队甲团契首长，满有属灵的恩赐、服侍智慧甲能力，咱来献上咱的祈祷。咱嘛为着教会属灵的气氛，咱大家来较无信心，来较无来有更较侪祈祷，来亲近上帝。咱欢
欢喜听趟主的话语，咱有热情的敬拜，咱将这一切献上咱的祈祷伫主的面前。咱三角来祈祷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我们将教会所有的同工、所有的事工，全然交托伫你的手中。主啊，你呼召我伫你的圣殿中同齐来服侍，恳求你将属灵的恩赐、服侍的智慧加能力，赏赐伫阮的牧者团队、中职同工、服侍团队，有团体首长干部。主啊，恳求你，互因伫一切的事里面，拢有你所赐的力量。甲你的引带伫你的中间，主啊，同埋为着阮教会属灵气氛来用你来祈求，愿圣神灌入伫阮的中间，互阮搁较无你的同在，欢喜来祈祷，较无你的话语，用热情的敬拜来荣耀你，互阮教会成做一个圣神火热的教会。主啊，我们搁为着你教示阮的大使命。大使命来祈祷，恳求你使用阮的教会，成做一个勇敢传扬福音，引带人来归向你，佮互更较侪灵魂会当来得救，来建立属你的国度。我们为着阮50许年所有的时间安排、规划、筹备，完全交入伫你的手中。求你赐了阮有一个合一的心，来照你的恩典甲旨意来完成。所有的事工，主啊，互阮每一个人拢成做是迄个来破起、补起来迄个人。我毋是来创造破起来的人，互阮有合一的心志，来完成主你所教导、你所引带阮要完成的事工。感谢你赐了清澈的意象，感谢你招助阮，互阮众人合一。感谢你，佮互阮的教会，佮一道来思想，我们要成做一间什么款的教会？我们行主你指引，你引带阮的什么的方向？主，阮恳求你，互阮所有的事工，拢会领受，拢会当互你来看见。互阮不单单是来举办活动，乃是伫这个中间，阮落实。伫小组落实伫牧师的牧养，落实伫每一个生命中间，拢愿意亲自来跟对你的引带的脚步，互阮富强教会伫下一个50年，犹原照伫你的旨意，行伫你的旨意中间，行伫你的心意内面。主，我们将一切献上阮的祈祷甲感谢，我们感祈祷奉靠主耶稣的圣名。只是咱为着今仔日2堂的礼拜，咱来祈祷，恳求主来兴旺咱，互咱有更较侪较无的灵、敬拜的灵、学乐的灵，今仔日的礼拜中间，互恳求主的圣神来充满每一个座位，互坐伫座位中的每一个兄弟姊妹，拢会当领受属天的祝福、属天的恩典伫咱的中间，互咱的今仔日所有的服侍同工伫服侍中，哪服侍哪共边。伫服侍中，甲主来相处，单单归荣耀主。咱嘛要为着詹牧师今仔日2堂的同讲的信息，咱献上咱的祈祷，恳求主灌入信心、恩典伫詹牧师的心上，互詹牧师出嚟所讲出来，拢是对主遐来的能力甲恩赐，互听的甲讲的，平平得到造就，得到力量。咱三角来祈祷。请天父上帝，我们感谢你，感谢你引带来带领阮进入今仔日的敬拜，主啊，要搁较无你的同在，我嘛恳求你来调和阮心内的火热，使了搁较侪较无的灵、敬拜的灵、学乐的灵伫阮的心内，让我用心灵甲诚信来敬拜你。我们从今仔日所有的礼拜经书、所有服侍同工，全然交托伫你的圣手，恳求主你来引带。代表我们为着今仔日詹牧师所要传讲的信息来祈祷，恳求你引带伊，互伊欣赏行伫主你稳定的道路上，来引带富强教会行伫主你所祝福的道路。我们从今仔日2堂礼拜全然交托伫你的圣手，恳求你来引带，我们感恩祈祷，奉靠主耶稣的名。
耶稣的疼是无比的疼。耶稣的疼是无比的疼，伊用温柔的声叫我不免惊。耶稣的疼是永远的疼，伊用温暖慈爱做衫予我换。耶稣的心是慈悲的心，伊用听甲希望安慰我心肝。耶稣的名是救赎的名，伊用生命宝血替换我生命。主耶稣。是我的拯救，让我看无后情的路途。主耶稣，你是我的生命，你有赦免我所犯的罪过。主耶稣。是我的所有，让我失去全部的疼。主耶稣，你是我的一切，求你赦罪我一生的错。主耶稣。小主真做阮一生的恩赐，只是邀请遐姊妹，咱对座位中来起立，咱来敬拜咱的上帝。一步搁一步，咱行上帝讲的路，为着予因宣扬的幸福。一步搁一步，咱行上帝讲的路。
谢，全心呵乐一日你的门，全心上赞献出敬拜，是最近的过节。你来临，拢无挂虑，喜乐满满，常常感谢，祈祷无散，光芒在你里，我要全心呵乐，跳舞宣扬你名，以你的意志力赢过你世间千年，我要全心呵乐，永远呵乐，搁要呵乐，我要大声呵乐，你用好山。全心感谢，全心呵乐，一日你的门，全心上赞献出敬拜，是最近的过节。你来面拢无挂虑，喜乐满满，常常感谢，祈祷无散，光芒在你里，我要全心呵乐，跳舞宣扬你名，以你的意志力赢过你世间千年，我要全心呵乐，永远呵乐，搁要呵乐，我要大声呵乐，你用好唱，我要全心呵乐，跳舞宣扬你名，以你的意志力赢过你世间千年，我要全心呵乐，永远呵乐，搁要呵乐，我要大声呵乐，你拢无散，我要大声呵乐，你拢无散，我要大声呵乐，我要大声呵乐，你拢无散。哈利路亚！将一切荣耀归于天顶的父。这是咱来唱圣诗。